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死咗。呢個美軍發動大規模行動，連伊朗最高領袖都死咗。即刻睇下特朗普點樣交代。特朗普發表講話，宣布美軍發動咗史詩之怒軍事行動。佢交代咗打擊伊朗目標嘅戰果，證實哈梅內伊已經死咗，並呼籲伊朗軍隊投降，同民眾奪回國家。喺過去嘅36個鐘頭入邊，美國同盟友發動嘅史詩之怒行動係全世界見過規模最大、最複雜、最勢不可擋嘅軍事進攻之一，從嚟冇人見過咁樣嘅場面。我哋打擊咗伊朗境內幾百個目標，包括革命衛隊嘅設施同埋伊朗嘅防空系統。啱啱宣布嘅，我哋喺短短幾分鐘之內就摧毀咗9艘船同埋佢哋嘅海軍大樓。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死咗。呢個卑鄙無恥嘅人手上沾滿咗成千上萬美國人嘅鮮血，仲要為好多國家入邊無數無辜平民被屠殺而負責。尋晚當佢嘅死訊傳出之後，成個伊朗嘅街頭都聽到伊朗人民喺度歡呼同慶祝。成個軍事指揮部其實已經玩完咗，佢哋好多人都想投降佢，保住條命。佢哋想要豁免權，成千上萬個人打電話佢。目前戰鬥行動仲全力進行緊，會一直持續到我哋達成所有目標為止。我哋嘅目標非常堅定。佢喺2星期前本來可以做嘢嘅，但佢哋根本做唔到。今日早嚟嘅時候，中央司令部公布嘅消息，有3名美軍士兵喺行動中殉職。作為一個國家，我哋為呢啲為國捐軀嘅真正美國愛國者感到哀痛，同時我哋會繼續完成佢哋用生命換咗嘅正義使命。我哋祈求傷者早日康復，並向殉職者家屬致以深切嘅慰問同埋永恆嘅感激。好遺憾，之後可能仲會有更多傷亡。喺結束之前呢，現實就係佢可能仲會有更多，但我哋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呢種情況發生。但係美國一定會為佢哋報仇，對嗰啲向文明社會宣戰嘅恐怖分子予以最沉重嘅打擊。佢哋係向文明本身宣戰。我哋嘅決心同埋以色列嘅決心從來未試過嘅堅定。美國而家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嘅國家，遙遙領先。但係我哋之所以能夠享有而家嘅生活質素、自由同安全，係因為我哋做嘢其他人做唔到嘅嘢。但係因為有啲戰士願意犧牲生命同我哋嘅敵人作戰，而且佢哋比任何人都打得更好。一個擁有遠程導彈同核武器嘅伊朗政權將會對每個美國人構成嚴重威脅。我哋唔可以容許一個培養恐怖分子軍隊嘅國家擁有呢啲武器，等佢哋可以按自己嘅邪惡意志去勒索全世界。我唔會等呢件事發生，呢件事唔會發生喺我哋身上，我哋亦唔會等佢發生喺其他人身上。美國擁有世界上有史以嚟最強大嘅軍隊。我哋第一個任期內重建咗我哋嘅軍隊，從來未有過好似我哋而家擁有咁樣嘅軍隊。坦白講，根本冇人可以接近，但係我哋而家正將呢支軍隊用於正途，我哋希望將佢用於良好嘅目的。我哋進行呢次大規模行動，唔單止係為咗確保我哋自己時代同地方嘅安全，仲係為咗我哋嘅子孫後代，就好似我哋嘅祖先喺好多年前為我哋所做嘅一樣。呢個係自由人民嘅職責同重擔。呢啲行動係正確嘅，而且係必要嘅，以確保美國人永遠唔需要面對一個擁有核武器同大量威脅嘅激進嗜血嘅恐怖政權。近50年嚟，呢啲邪惡嘅極端分子一直就攻擊美國，同時高嗌
美國去死，或者以色列去死，或者兩者兼有，佢哋係世界上頭號支持恐怖主義嘅國家。我哋係世界上最偉大、最強大嘅國家，所以我哋可以對佢哋嘅所作所為採取行動。呢啲唔可以容忍嘅威脅唔會再持續落去。我再次敦促革命衛隊、伊朗軍隊同警察放下武器，接受全面豁免，否則將面臨必死無疑，一定會死路一條，場面唔會好啲。我呼籲所有渴望自由嘅伊朗愛國者，把握呢個時刻，勇敢嘅、大膽嘅、英勇嘅奪回你哋嘅國家。美國同你咁企埋一齊，我對你哋許下嘅承諾，而我履行嘅嗰個承諾，剩低嘅就靠你噶啦。但我哋會喺度提供協助。多謝，願上帝保佑我哋出色嘅戰士，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多謝。特朗普強調行動係為咗消除威脅，絕對唔容許伊朗擁有核武。佢提到有美軍殉職，但會繼續打到達成目標為止。最後佢警告伊朗軍隊放低武器，並支持民眾奪回國家。多謝你睇到最後，你覺得美軍今次行動會帶嚟和平，定係引發更大衝突？打1或2，覺得有用就俾個 like，訂閱越講越明。我哋下條片見。